漢標語。主席，關鍵基礎設施嘅運作係非常依賴電腦系統同埋互聯網。近年針對電腦系統同埋網絡嘅科技罪案日新月異。萬一關鍵基礎設施嘅電腦系統遭受到攻擊或者破壞，令到呢啲設施無法正常提供服務，將會對各行各業嘅運作同埋市民嘅日常生活造成嚴重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係應該有完善嘅法律框架嚟保障關鍵基礎設施嘅電腦系統安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嘅政策目的，就係要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嘅電腦系統嘅保安能力，減低必要服務因網絡攻擊等被干擾或者破壞嘅可能，從而提升香港整體抵禦風險隱患嘅能力。我認為立法係有必要嘅，同時亦都係有迫切性嘅。條例草案不僅提升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嘅防禦能力，保障社會可以正常運作，更加可以締造更優質嘅營商環境，進一步鞏固香港嘅國際地位。喺規管範疇方面，條例草案涵蓋咗兩大類關鍵基礎設施。第一類係喺香港持續提供必要服務嘅基礎設施，涉及日常生活必須嘅服務，當中再分為8個界別。第二類係維持關鍵嘅社會同埋經濟活動嘅基礎設施。呢類設施一旦受到破壞，可能會影響重要嘅社會同埋經濟活動。政府表示，為咗避免關鍵基礎設施同埋設施營運者成為攻擊目標，係唔會公開呢啲設施同埋有關營運者嘅名單。呢點我係理解嘅。至於規管對象方面，當局接納咗諮詢階段收集到嘅意見，考慮到關鍵基礎設施擁有者未必係直接參與營運，現時條例草案已經移除咗擁有者喺法例下需要負責嘅要求，而只係規管營運者。對於呢項安排，我係支持嘅。根據當局提交立法會嘅文件，條例草案並不適用於政府。然而，政策局同埋部門必須嚴格遵守保安規例同埋政府資訊科技保安政策及指引。數字政策辦公室亦都會定期為面向公眾嘅政府資訊系統進行合規檢查，同埋為政府政策局與部門進行審核。有市民或者會關注到政府會唔會嚴以律人，寬以待己，所以我期望數字政策辦公室同埋條例草案指明嘅規管當局，日後要緊密溝通協調，喺規管要求上盡量做到保持一致，避免出現雙重規管標準。喺建議嘅規管制度下，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有3方面嘅法定責任，包括咗架構責任、預防責任，以至事故通報及應對責任。條例草案建議行政長官可委任一名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安全專員為規管當局。考慮到金融管理專員同埋通訊事務管理局已經就銀行同埋金融服務同電訊及廣播服務界別嘅電腦系統有相當成熟嘅規管，佢哋對所規管嘅界別嘅作業方法同需要亦都最為熟悉，所以金融管理專員
同埋通訊事務管理局會分別規管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和電訊及廣播業嘅第一類及第二類責任，而兩個界別嘅第三類責任以及其他界別嘅所有營運者都會由專員全權負責規管。我認為條例草案呢項建議嘅分工係合適嘅安排，無需喺監管架構上架床疊屋。關於第三類責任，即係事故通報及應對方面，條例草案對電腦系統安全事故作出咗界定。根據早前嘅諮詢文件，緊急嚴重事故需要喺2小時之內通報。好多業界人士都擔心時間太過緊迫，條例草案放寬咗通報時限，嚴重事故係12小時，其他事故係48小時。我相信呢項改動已經回應咗業界嘅關注，並且作出咗適當嘅平衡。條例草案賦權規管當局可發出實務守則，包括針對特定界別嘅守則，以訂明建議標準，向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提供履行第一類、第二類同埋第三類責任嘅實際指引。由於條例草案下嘅第一類關鍵基礎設施包含8個界別，我相信日後當局可以透過實務守則，因應不同界別嘅實際運作情況，去作出具體嘅指示同埋規定，同時亦都可以隨住科技發展更快作出更新，以更貼近國際標準嘅做法。我認為法例加上實務守則呢個配搭安排係合適嘅做法，同時亦都更具靈活性。由於條例草案並唔係一條網絡安全法例，如果黑客只係竊取電腦系統中龐大嘅客戶資料，但係冇對有關電腦系統進行攻擊或者破壞嘅話，原則上係唔屬於呢條例草案嘅涵蓋範圍。如果電腦系統安全事故涉及個人資料外泄，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或者需要同時向規管當局同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報告。但係按現行法例，即使個人資料外泄嘅事故受影響嘅市民數以萬計，都冇強制通報嘅法定要求。發生外泄事故又冇罰則，我認為情況係並唔理想嘅。現在保安局局長提交咗條例草案，加強咗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嘅電腦系統安全，但係美中不足嘅係，特區政府另外一個政策局雖然已經就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研究咗幾年，但係當局喺2月中政制事務委員會嘅會議上，連修訂該法例嘅時間表都未能夠向議員交代。因此，我促請政府當局要盡快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設立強制性通報機制，同埋考慮就個人資料外泄事故施加罰則。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